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初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伫新北市有一对翁仔某，因去新竹尖石遐佚佗，结果因牵手煞跋落80公尺深的山坎。本来伊是要找路爬起来，想袂到煞阁跋一届，这一届是摔一个真正力，全咧无命。另外有一个姓王的查甫人，伊去新竹山顶露营煞来失踪。消防人员昨昏有顺利找到人，加在无性命的危险。新竹县的消防人员甲厕所赶到深谷救援，因为新北市一对翁仔某找伊到尖石的鸳鸯高水场来佚佗，姓王的家后无细里跋落大约80公尺深的深谷，原本呼叫伊也有回应，也毋过伊家己走找回程途中，竟然发生二度坠落，造成重伤，乌卡紧急送医了后宣告死亡。下山途中不慎滑落悬崖，落差高度约有80公尺。其先生目视看不到人，随即拨打119请求协助。本局立即派遣监视分队2车5人出勤，并通报第2大队集结人力支援。地质专家表示，发生登山出落意外，登山者对当地地形往往无了解，上好是留伫原地等待救援，以免发生二度坠落。一般的民众对于那种危险的地形他们的判定并不是很准确，也就是说，你在回来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松动的石头，你也没办法判定它是不是松动的，误攀或误踩，造成更严重的坠落。另外，新北市的姓王男子找伊到新竹县孤独山露营，一到2点了后就失联，家属找伊透早报警处理，消防人员伫早起10点半左右顺利找到人，无大碍。报案之后呢，就不要随便移动了，救援人员还会迅速定位啦。定位只要锁定位置，我们是可以找得到，所以一定要的人找得到，平安无事就好。新竹县消防局提醒，从事登山活动，爱事先了解登山路线，也爱扎 GPS 设备等的救生装备，更较爱避免单独行动。若发生意外，千万唔通随意刷叮当，方便定位搜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伫嘉义梅山发生一件车祸，有一个看护伊送一个104岁阿嬷出门，为着要闪路边的一台货车，结果煞去互后壁的车撞到。这个老阿嬷伤势是真严重，送病院了后，家属决定甲伊陪讲。也若伫台中的丰原有2台车伫路口相撞，其中一个驾驶不幸死亡。也若这2件车祸的原因是还要调查。看护送坐轮椅的老阿嬷行伫咧路的，煞互后壁一台轿车撞到，老阿嬷甲轮椅互伊弄甲飞起来，细一个才摔喺涂骹，看护也疼甲爬袂起来，老阿嬷受伤倒伫咧涂骹，袂顶袂动，救护车甲2个人拢送病院。即摆发生这车祸了，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啊，咱街路这个摊贩摆物件摆了，有当时摆了较伤过济去影响到咱的百姓的生活安全真正有需要小注意一下。车祸是发生伫咧228即天下昼2点半，受伤的看护讲，迄当阵伊送104岁老阿嬷行伫咧半田村中山路，看到头前有一台停伫路边的小货车门开开，为着要闪伊，就甲轮椅摔到车路中，煞互后壁一台车撞到。老阿嬷送病了，伤势真严重，家属伫3月初1决定要北港。台中市丰原区初2透早也发生一件冰车的车祸，其中一位姓林的驾驶被夹伫咧车内，要救出了，送机也是救袂大。林南驾驶自小客车由丰州路往荣春街方向行驶，与驾驶自小客车沿圆环北路往中山路方向行驶的蔡男，在路口发生碰撞。双方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林南送医院救后宣告不治。警方讲，迄当阵姓林的驾驶的车，伊驶的方向灯号是4红灯，另外一台车的方向是4黄灯。因过2台车经过路口时阵，看起来速度拢无减慢。姓林的驾驶伊的车和对方的车对北道边撞到了规台冰车，车损害甲真严重。警方讲，若看到灯号4红灯时阵，就要停车才开；4黄灯就要速度放慢通过。因若这2件死亡车祸的原因，警方目前也搁伫咧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过头开始受到风面的影响，可能会变天落雨。
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日时是拢真好天，嘛不哩烧热。北部甲东半部的高温有28度至30度，中南部可能会甲32度至33度。敢若花东甲恒春半岛会落阵雨。不过，过头开始受到风面的影响，全台湾尤其是西半部、宜兰甲花莲会落雨。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今晚冷空气豆豆咧活来，为今仔日暗时啊开始，中部以北甲宜兰拢会变较湿、较凉冷，各地气温嘛拢会降低。另外，昨昏是日8连假休假的这一天，不过今暝因为大雾真严重，海顶甲空气的交通大乱，包括小三通甲金门飞转来本岛的飞行机抓，拢是慢分或者是无驶。金门机场大厅规拢是人，严过自动报道的柜台规拢停落来，每一间航空公司的班机拢是延前或者是取消。228连假休假日，金门大雾雾，自下昼开始航班暂停起降，影响上千位旅客行程。你要上班吗？要等他宣布吧，因为时间还没到了。对，因为现在目前小山东起大雾就关掉了。如果真的起雾没办法回去怎么办？再住一晚啊！再住一晚，还没想到下一步。海空交通受到雾雾影响，规拢乱去。来回金门水头一个厦门5通的小三通航线，有一寡海域能见度无好。港务处甲中国方面协商了，决定停航，大约1500位旅客受影响。气象署今仔日继续针对金门马祖发雾雾特报。这礼拜天气变化正大，就敢若经历过4季。今仔日是各地高温会当到30度，不过暗时开始方面瓦温，中部以北一个宜兰地区会变做10个顶。明天开始降温之后，可能在北部跟宜兰地区的白天的高温会从原本的30几度降到大概25度上下。礼拜3的白天开始更可能会降到18到20度，所以从礼拜1到礼拜3这段时间降温的情形都是蛮明显的。中南部地区的温度也会从原本的30度以上降到大概是25度左右。拜三初5是24节气内面的经历，象征春雷初响，行星东面的万物。拄好初5到初7，华南云河区连续向东平线，再加上冷气团影响，各地天气会较冷，有当时可能会出现低降雨。初8、初9继续受到冷空气影响，北部加东北部天气也是冷，其他地区早暗温差较大，民众会当看得到日头，不过冬天的衫也是先卖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一年一届的台南古都半程马拉松比赛昨昏起过。因为拄好是连假，所以有甲24000多人来参加，人数是创下新高。为着要让参赛者来台南有好的体验，业者是准备烘猪肉、甲零下等等补给的料理，要来款待这的选手。嘛因为参加的人数真多，路线的范围嘛真宽，市府嘛有做交通的管制，降低对交通的影响。天还未光，西人仔广场已经有1万人集合。一年一度的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初二举办，拄着28连假，参加的人数嘛创新高，24105个人，天要光就开始走起来。那我们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沿途饱览，包括安平港区，包括市区许多好的路程，也能够体验古都的文化。更不用谈到沿途许多补给站都有好吃的美食。参加人包括来自44个国家，总共498个外籍选手。伫台南举办马拉松，好食的料理一定无欠缺。有业者伫路边烘砖猪，嘛有业者将龙虾摆满面桶。非常多的店家得过这个米其林，我们有在规划明年呢，是不是用米其林？台南道地米其林的古早菜来帮各位选手加油。满道的好料，互参加的民众全拢忍不住停落来，食物件嘛补充体力。我看有新炸鱿鱼，然后刚刚有小鸡腿，然后等一下要吃烤鸡。马拉松沿途会经过孔庙顶真侪观光景点甲重要路段，交通管制范围包括南区、中西甲安平区。市府用分段管制，希望减少交通受影响的时间，嘛互参加者会使安全并专心享受走马拉松的过程。公司新闻陈环宇、陈迄区台南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健保实施30年啊，医疗现场毋但是医护人员骹手真严。根据药界观察，大间病院药师人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达，拢持续伫咧欠人，尤其是北部的病院欠人的程度上侪有到30%。来看中国时报。
中科院实验所的前副所长张宪基上校，1984年时阵去互美国的中情局 CIA 吸收，向美国漏泄咱台湾核武发展的细节。历史这个计划伫咧美国施压的情形之下，就爱动点。美国 CNN 找伊刊出伊的专访，伊讲伊是妄心赶伫咧做代志的。苏当时的决定并不是反背，因为伊认为两方拢是中国人，使用任何危险的武器拢是不合理的。过来看联合报，美国甲乌克兰总统228伫咧白宫起会面了后，伫英国首相史凯尼的邀请之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参加欧洲领袖峰会，讨论乌克兰和平方案甲欧洲安全的议题。史凯尼强调讲，英国甲乌克兰也个法国拢同意建议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停战的计划，会阁甲计划交予美国来讨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3月7日去到英国参加欧洲领袖峰会。英国首相史凯尼除了欢迎泽伦斯基，嘛甲乌克兰签935亿代票的协议，要来帮助乌克兰提升国防的能力。乌克兰总统落车了后，走向英国首相史凯尔，两个人握手拥抱了后，政治首相官邸同年纪10号。泽伦斯基礼拜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煞讲到无欢喜，互赶走，连空战协议拢无签，就马上赶去英国，要甲英国首相史凯尔见面。史凯尔嘛表达热情的欢迎。Very, very welcome here in Downing Street. And as you heard from the cheers on the street outside, you have full backing acros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we stand with you, with Ukraine, for as long as it may. I saw a lot of people,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uch bi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Thank you, your team. 两个人见面会谈的时阵，英国乌克兰双方的财务部长嘛用视讯会议签署价值22亿6000万的英镑，差不多代表935亿的贷款协议来支援乌克兰提升国防能力。各国这笔钱会用在乌克兰国内武器生产，卖利用互冻结了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固定收益来行销。We're going to sign the UK-Ukrainian Extraordinary Revenue Acceleration Loan Agreement worth £2.26 billion as part of our unwavering and ongoing support for the Ukrainian people. 泽伦斯基表示，真欢喜乌克兰有英国这款的战略伙伴，嘛感谢史凯尔车里主办的欧洲领袖峰会。另外，泽伦斯基嘛伫同一天甲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国际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以哈战争的消息。美国支持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延长的方案，去哈马斯拒绝了后，以色列目前是已经全面阻挡所有的人道救援进入加沙走廊，现此时双方是又搁陷入新的危机啊！伫咧拉法关口几多台载着人员救援物资的大卡车，本来要入去加沙走廊，不过以色列不互因入去了，车就回头转去埃及。الصبح انا للسحور الصبح كان شغال عادي الساعة بالضبط حوالي 7:30 فجأنا انه الجيش ادى امر للمعابر يسكروه。对此，哈马斯讲，以色列行为是属假诈骗、犯战争罪，是明显的攻击。3月出现是埃及、卡达加美国调停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到期的日子。时间到啊，也未展开第2阶段的谈判，以色列甲哈马斯就有新的危机。以色列北警告讲，若是哈马斯无接受美国支持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延长方案，将会受到加码的效果。埃及指责以色列利用民众要巴肚做武器。U.S. Mideast envoy Steve Witkoff is expected to visit the region in the coming days, and he now faces a big challenge. He's going to have to try to find a way, to find a formula to keep both sides negotiating. The ceasefire has not collapsed yet. 伫即马加沙走廊的援助物资也个库存，暂时对加沙百姓未造成直接断粮的危机。不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希望各界赶紧达成共识。埃及的外长讲，埃及会伫咧随时召开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希望会当提出重建加沙的计划，而且唔是迄种将加沙百姓赶走的计划。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继续咱我来看日本。日本这个寒人落雪量是真惊人，伫咧新宿、石川、中野、甲广岛等等的所在，才会活日本海的所在，这礼拜落雪情形是持续破纪录。
伫出世场的积雪上悬有甲7.2公尺悬。毋若清理遮的雪，工课互当地居民海产，嘛传出袂少交通的意外。位北平的北海道到我日本海的神社石川长野广岛真济所在，连续落3礼拜雪了后，拢无停来现象。石川市出现5公尺深的积雪，关渡拢到2层楼建筑的厝顶，人口第2大城大阪24也互白雪砍掉咧。另外，山区的出世圣地，亲像是藤泽，阁是满满的积雪，互费一个国家来旅客是真惊喜。Snow is piling up over here. I think first time seeing snow in my life, so I think it's an amazing phenomenon. I think. 这场被叫做日本史上上强寒流的暴风雪，落雪量真惊人，真侪都市陆续拢出现破纪录的积雪。山形县美籍的出世场出现破纪录7.2公尺深的积雪。过去这几年，其他国家的出世场也无出现安尼纪录。Last 2 days, I've been in this ski resort. It's full with snow, and some of the lifts even couldn't operate because of the heavy snow. 咱真侪外国游客，算是算甲是笑海海，毋过对当地居民来讲，每日请过来都要面对非常耗时的潜雪渡雪，实在是真艰苦，特別是有年回人。半分以上は55以上だろ。私の年齢では近いところなんでも今日もやったんだけど、秋全部ね飛ばしたりなんかしてやってんだけど、できない人も大変だよね。できない人がかなりいるから。日空交通系统也受严重影响，因为大雪引起的封路，真侪交通意外。气象厅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北京甲美国总统川普起会面。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是美国共和党的高层施压，要求泽伦斯基都要改变对战争的立场，或者是落台。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嘛暗示，若要达成和平协议，泽伦斯基可能要落台。那泽伦斯基伊是坚持伊袂落台，不过愿意交换乌克兰加入北约。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捌讲会对加拿大甲墨西哥进口的商品扣25%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今仔日表示，对加拿大甲墨西哥关税计划要伫咧3月初4生效。不过总统川普会阁决定实际税率。若对中国扣关税税率，嘛可能会为10%调悬到20%。过来看中国当积极渗透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而且想要破坏南太国家甲台湾的关系。美国智库警告，有中国背景的下国犯罪集团，当咧透过投资帛琉度假村、甲土地开发案，伫当地做违法的代志，这可能会对帛琉的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甚至是去互北京当局利用来推动政治目的，想要来影响台湾甲帛琉的邦交。镜头转来咱国内，台中市府的团队最近是问题了了，除了有顶时涉嫌共性骚扰以外，诸位伫咧上班也开指网，还佫有地政局长吴俊金，即嘛因为报销无老实，涉嫌食钱的代志，2月25检方去搜查伊的办公室，了后是100万交保。那台中市府是讲会尊重司法，听候调查。28年假，台中市地政大楼大门锁起来无开放，不过就伫台中市长罗秀燕出访日本的第2日2月25，台中市地政局长办公室做到检连搜索。检察官讯后认定吴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无羁押之必要。预支交保新台币100万元。台中地检署表示，台中市地政局长吴俊金因为涉嫌不实行销，首长特别费。2月25，指挥廉政署中调组、调查局中基站等单位，搜索包括吴俊金的办公室等几个地点。目前专案由员咧调查，不过有议员指出，吴俊金已经是头一摆互检举，不过市府拢无后手调查处理。有些人有对他提出滥用特支费的指控，那当然这个跟这一次的案情关联如何，我想就需要卢市长以及检调来做说明。现在台中市政府跟卢秀燕市长首要必须做的，就是让吴存金局长离开会接触到地政局预决算资料的位置。
台中市府最近伫前公职处长刘应东涉嫌对下属性骚扰，刷了前警科会主委刘眼磊的德州科技网证据，即马佫发生地政局长因为特别回防调查，以及主管小连续出问题，议员认为整个市府的螺丝拢连起啊。市长罗秀燕爱对市民说明清楚，佮好好的整顿市政团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进前艺人王大陆涉嫌摕假病历想要闪过做兵，引起社会关注。台北市这10年来查到有8件摕假资料申请免做兵的案例，而且拢是假做去为着爱滋。台北市兵役局回应讲，即马若审查会增加比对就医的记录，避免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艺人王大陆涉嫌伪造病历逃避兵役，引起社会关注。目前王大陆有假13个定岗，不过涉嫌假造来逃避兵役的毋是一件。台北市10年来利用假资料申请体位改判的案件有8件，全部拢是伪造感染艾滋病逃避兵役义务。我是觉得，如果身体 OK 的话，该当就去当啊，没什么好说的。当然没有必要，就是毕竟。就是这样了，你也只能认。不会啊，这是人生的过程。因为我就选择当替代役，就不用去那个部队，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这8件案例手法多数同款，由感染艾滋病的人抽血检验摕到阳性诊断，再用全国医疗卡申请复检，最后成功得到免疫判定。不过署方发现血卡了后无相关就医记录，违反疾病治疗常理，才返工。114年以后就有重新再订定那个查核的作业。有增加要比对役男要去做就医跟用药的记录这些机制，来防范以后类似这种假艾滋的情形来发生。王大陆事件现工了后，经过内政部清查，发现有部分越南征兵检查异常，大约有80个个案有共同性涉嫌不法。专家分析，体位判定恐惊的存在有空芳，建议会当设多重关卡，就算判定变异，也爱各追踪，阻止作弊行为发生。不管是军医院或者是相关的医疗单位，在做认定的同时，它不应该只有1层，可能有第2层，可能有第三层相关的这种重复检核的机制。专家表示，义务役役期延长到1年，虽然会当强化部队战备，但不成为国军作战部队构成主力的志愿役，人数缩当年降。建议国军爱强化留才，才会当坚实战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若伫个路边看到救护车，大家拢知影爱让。不过伫个花莲有一个查甫人，伊食烧酒醉了后，竟然走去路中央，挡着救护车的路，甚至这救护车甲伊扒，伊嘛无要让。不过，若照目前的规定，阻挡救护车是干那罚车，无咧罚过路人的。交通部讲会阁检讨法规，目前要是以宣导为主，强化民众的观念。救护车快马加鞭驶向伤者徛过这时阵，煞有代志。这查甫人大摇大摆伫车路，救护人员按照起喇叭，车头前这人就是唔叮当。酒醉的男子刻意行驶，请走至路中。同仁发现之后，有明暗喇叭，并已绕道行驶。当救护车是在花莲万兴乡，消防队初下晡驶地路有食酒醉的民众挡在路中，安尼救护受阻的问题，几工前新北市也发生过。不过眼前一直响的救护车，民众是一直行。第一线消防就讲，就算救护车有优先通行权，但过抢时间救援的时阵，伫路常常会拄到常常发生的状况。在能够听到我看到我们的时候，可以优先把路权让出来给我们。中间的模糊地带就是看不到、听不到，甚至不知道。那这就是整个规划和警民辨识度这些的问题。甲汽机车驾驶比起来，有法规严罚无变样，相关3600，无论道交条例或是市道安规则，拢无对过路人有明确规范。法律对象只限赛车人是毋是受法调整，交通部回应会进行检讨。不过救护是正紧急，就算行政法目前无处罚，过路人也会变样，唔通互救援失去黄金时间。记者综合报道。现处是禽流感的疫情，还阁伫个滚价。伫中华有一个饲鸡场，内底的鸡仔去喂着 H5N1的病毒。从去年9月份到今是已经杀31万只鸡仔。
农业部讲，目前国内疫情要算是有稳定控制掉咧。因为美国迄边就真正力，因即马按算要开10亿的美金来应应禽流感的疫情。禽流感疫情发烧，后尾日韩、台湾嘛继续传出疫情。最近中华大城有土鸡场确诊扑杀28441只鸡仔。禽流感是毋是冲击到国内鸡卵生产力？为去年9月大鸟开始过冬了后，总共82家或者是2中鸡场染疫，扑杀超过31万只鸡仔。防检署表示，比起邻国阁有后尾，疫情算是有控制掉。目前算是稳定控制。那虽然在淡季也有一些案例发生但是数量相较其他欧洲或者是日本国家的话，相对是稳定。台湾2年外前大欠2价一直起，目前离美国的发生，这波疫情已经造成3500万只鸡仔死亡。美联社报道，鸡卵一盒要5美金。比去年是起53%，而且搁咧一直起。为此，美国农业部最近宣布，咧评估低期为别个国家来进口鸡卵，稳定市场。We're talking to 3 or 4 countries right now about getting between 70 and 100 million eggs into the country in the next month or two, which of course will help with supply and demand. 为着要稳定市场的供应甲需求，佮有降低饲鸡仔场坏掉的风险，赶紧来恢复生产。罗林斯部长提出五管齐下的对策，是一项达到10亿美金的计划，包括拨款5亿美金，予饲鸡仔场来提悬生物安全措施。有4亿是要补贴受灾农民，佮1亿是要用来研发疫苗。根据统计，为2022年以来，禽流感疫情造成1.4亿个家禽死亡。公司新闻林哲伟、吴家宝综合报道。过来看，伫高雄的南仔溪有一栋30年的社区大楼，因为外口壁的铁路清载落来去隔着下骹的车，所以因决定要整修。不过因为伫咧施工的时阵无达应价，警方认为讲安全的防护做了无够。因那施工的厂商是回应讲，因拢有照规定来申请路权做安全的防护。因那专家嘛建议讲，会当搭3米悬施工的架仔，比较会较安全。工人搭伫外壁咧卡铁路，现场无搭架啊，是用两石屎互拿围起来。民众烦恼落落去铁路会讲到过路人车，因为防护无够，影片发到网络引起讨论。台风天还是下雨天，风比较大一点，瓷砖也会脱落啦，砸到谁要去负责啦？一次都被罚好几10万，谁撑得住？影响到遐铁路落落去警示牌啊，施工大楼伫高雄南仔溪旗南路，每30年，这几年因为外壁铁路落个真严重，常常讲到汽车，互人投诉罚钱。为公共安全管委会找包商做检修，施工人员表示，拢照规定做防护。我们都往警示范围里面调，我们都有评估过，都没有去伤害到别人。前面都交管全部都挡车。4楼的位置已施作防护网及周边高压电的保护套。保护施工及周边行人安全。有关外墙瓷砖修缮工法系采用垂直吊挂的平台施工。铁路落地防护网，市府回应工地有照规定申请各做防护。专家表示，外壁施工虽然无硬性规定爱搭架啊，不过搭架会较安全，因为尿槽是护栏无悬。那铁路落落去时阵，先讲着冷气改变落落去的路线，或者是落落去了后反弹，拢可能飞出护栏。为么字形的施工架，外围再用帆布预防它喷溅。它么字形大概为2层，高度大概3.4米，高度还在高压电之下。侧向风力的预防固定好，应该这个方式是可以。专家建议护栏放伫外围动车来报告大架啊，应确保铁路安怎困，拢伫施工的架范围内。为消除民众记录，工务局也表示，会要求管委会加强施工安全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彰化市发生有水路啊走入去人徛架的事件，这个民众拄要通报，这个水路就冲破围篱啊，随走去。其实这几年来，伫彰化八卦山清载会当看到水路，甚至是出现伫咧车路的情形，看到是真危险。因为这交通安全甲生态的问题，伫地方嘛引起正人的讨论。外面众人看到水路啊，5个边体受困，一直来回咧行，数分钟了后弄破围篱逃走。代志发生伫彰化市德中里，随之透早喊起有水路进入边体，好看到人行一条。伊是为倒位卡掉的吼，
我唔知呢，无物件哪啦。哦，啊，伊为遮走过安尼哦。无伊遐走入来。哦。发现坠落的民众表示，透早发现坠落走入行内，有天拉间飞掉咧5只坠落，好亲像行袂出去，捌徛伫车库头前咧看。毋过因要通报相关单位的时阵，坠落就离开。其实这几年中华八卦山区常常坠落出现，第74线也出现过坠落甲人车争对情形。中华县农业处也提醒民众，坠落是野生动物，千万唔通掠，也唔通惊叫。先通报县府这边，那通常尽量就是不要有这个驱赶惊吓的一些行为啦，然后避免说路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或冲撞的一些动作。为要提醒大家注意，官府公务处也伫坠落定出现的所在线，也落出现细日慢行的警告标志，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上头来看，伫台南有在地册店甲文书工作室合作，因办文化行读的活动，透过册内底趣味的故事，结合参访庙宇甲历史建筑，要让大家了解府城文化的变迁，嘛希望会当培养民众对阅读的兴趣。老师用趣味的方式来讲一出动物美小翠故事，透过册内容引入庙宇文化，互民众了解庙其实哪像博物馆，无论是展览、雕刻，拢有真侪动物的形象。这摆在地册店甲文书工作室合作，办文化走读活动，带大家去参观创建伫17世纪的北极殿，那探索人文历史，嘛是在互大家找出庙内倒位有动物的艺术品。拜拜可能真的就是有点走马看花。今天就是像有这个图示，然后虽然老师等一下才会就是帮我们做解答，然后可是就我们会很仔细的去看，这很多的动物它就藏在我们的庙里面，那它其实有很多它隐晦的意涵，比如说豹，然后鹤，然后虎，然后象，对这些动物它其实都有一些富贵、尊贵或好的一个意涵。册店业者指出，即阵台湾的阅读人口有咧减少，主要因为侪人爱看影片、拍电动，渐渐无爱看册做伎俩。伊希望透过走读的方式，互亲属对阅读产生兴趣，发现册内世界趣味。活动除了去庙埕，佮安排去太平境马雅谷纪念教会参观8档历史的讲风琴。这台12公吨重是教会的镇店之宝，高达游玩的使用。伊有包括旅馆笛子的声音，有喇叭的声音、弦乐的声音。那个熟练的那个老师一弹起来，好像指挥一个交响乐团，就会找那个熟悉那个当地的地景啊，还有人文历史的老师来做导读，然后再把一些相关的书籍介绍进来，这样子。主办单位表示，计划会办12场无共形式的活动来推广阅读，同时因近来嘛积极咧推广簿记，设计相关的台语册，要互囡仔有更加侪簿记的学习资源，甲台语结合伫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伫咱台湾，囡仔若是满6岁，要读国校进前，会有一个开智慧的开笔的。为着让民众了解这个风俗，家己城隍庙办导致也有开笔的活动。毋但要甲这个囡仔祝福，嘛互民众来体验这传统的文化。父母孝顺父母，热爱学习。准备要读国小的囡仔，对着医师过聪明门，伫下头来点资源。家己城隍庙伫文昌帝君诞辰即天，伫家己市政府举办开笔的传统鼓励，毋但要替囡仔来开智慧，互因交读册，嘛要甲活动的收入做公益，照顾弱势家庭。他们很用心，所以我感觉这活动最有意义，而且开运像宜兰啊、外县市拢有，嘉义拢无，所以我感觉嘉义有这活动足赞。开笔礼这个仪式，甲咱满月甲咱一个抓周活动。总会在今仔日是咱文昌帝君的圣诞千秋之下，来办理这个社会公益最有意义的这个活动。除了开笔的活动以外，还有替满1岁囡仔来做导致。主办单位表示，过程当中规划真侪仪式，互参加的父母会当透过传统的礼俗文化，展现因疼惜囡仔的心情。做导致方面，当然嘛是一定爱有照鼓励，咱就爱卡打红龟粿，互大家拢平安。长退休打鼓，互你交读书嘛再来就是有平安果希望伊拢平安交大汉，就有意义嘛有仪式感，
嘿，对，也希望小朋友会使较平安快乐。这个公益鼓励做大济活动，今年是第7届，到今已经有超过250个囡仔受新丰夜甲文昌帝君的庇佑。嘉义县方面表示，透过活动，唔但当增加家庭亲子之间的关系，嘛有传统的文化礼俗带来传承的意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同款是嘉义的消息，在嘉义的中部49庄保安宫，到当时已经有308年的历史啊。庙会最近发现讲，较早因为地动海起的门条顶悬有刻甲南昆新大天府同款的对联，所以庙会就成立青年队，希望透过研究甲调查，让地方信仰的历史文化会当完整保存落来。昭和8年，1933年，昭和8年。为较早相片的资料，研究门条刻的对联。嘉义县中部49庄保安宫意外发现讲，较早庙正门的对联，甲南昆新大天府的对联相像。为着要来了解这当中的原因甲历史，庙方唔但找资料、问耆老，搁找少年人做伙参与研究，希望延续这在地的历史。伊伫日据时代是唯一中部老的一间宫庙所以讲去发现这支始祖甲昆新的对联一模一样这值得去研究探讨了我们去把它文字化，或者说我们到时候也会在那个柱子旁边去做一些立牌说明，而且讲这支当初是为什么？就像咱头下注意讲的，伊有甲咱介绍这个故事伫咧几百年前。除了庙宇建筑的历史，庙方嘛向少年团队小介庙内欣赏的背景甲工艺。因这少年团队就讲，宗教文化嘛是地方历史的一部分，只是重视的人愈来愈少，因嘛要用创新的手法，让人来入捌传统的宗教文化。结合这些文化，然后带他进来认识这一间庙，然后这些文化历史也介绍300多年来这些文化，然后一些事情。起伫1717年49庄保安宫是嘉义地区王爷信仰的中心之一。庙内到今，阁保留着为清朝留落来文物。庙方表示，宫庙除了是信仰中心，嘛应该爱有传承地方历史的责任，希望透过少年人的创意，和传统的宗教文化有进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咱要来看，伫新北中和有一间以东南亚为主题的册店。这册店内底册，敢若会当借，是袂当买回去的哦。创办人讲，伊经营这间册店已经10年的时间。现此时，东南亚的资讯伫咱台湾是已经愈来愈丰富，伊的目标嘛已经完成啊。按算伫咧今年4月份，就会甲这间店收起来，改做是摆档的方式，继续来推广东南亚的文化。我们现在这一箱就我们刚算好，有29本印尼书。小小的空间内，将无共语言的册分类整理装箱。这间伫新北中和的东南亚主题册店，自2015年开始经营，今年4月份就要收起来啊。册店的设计充满东南亚的元素，有菲律宾、印尼、越南各种东南亚语言的册，6,000本，大部分拢是民众热心捐予册店，豆豆累积落来的。这唔但提供东南亚族群一个所在阅读，也帮助台湾人了解东南亚的文化。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一整套栏位，所以它的东西会比较细。然后如果在其他书店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东南亚栏位里面放着一大堆类似的书。不管是对倒位来的人，拢会当伫遮看册，伫遮开讲。有民众赶紧把握时间来册店看看咧。册店内面小小的黑板顶悬写，册敢若借无要卖，无限制借的时间，也会使伫册顶悬写笔记，分享家己的心情。自由选择甲分享是创办人廖文章和张静成立册店的初衷。因为伫10年前真少有和东南亚相关的册，因希望会当互伫台湾做工课的东南亚移工有一个空间看家己母语的册。伊若有法度会当读到伊家己母语的册，伊家己的讲伊家己的话，其实伊会较有自信。阮是相信讲，因较有自信的时阵，因伫台湾的生活较舒适，伊舒适伊的工课嘛会做较好。创办人张静也表示，东南亚议题这几年伫台湾愈来愈受到重视。目前伫图书馆也有真侪东南亚相关的馆藏，因认为10年的时间有够，已经有价值啦。这10年来，册店的存在就敢若一拍灯火，照光东南亚议题和文化。虽然册店要收起来啊，不过逐个礼拜的下晡，因犹原会伫台北车头涂骹摆档，提供免费借册服务。记者梁家嘅柯秉哲新北报道。
新德市去年推动修复柑仔店的计划，到当时已经修理300多件的家具甲电器，而且会当继续使用，是受到真侪民众的肯定。今年因甲民间合作，规划免费维修的咨询、甲讲座，也有实体课程，要带大家来体验亲身修理家具的趣味，也有推广小米甲环保的精神。手提技师专心修理电器用品，有40多档修理经验的家电师傅，透过双手，让每一项歹去的电器，搁再换过来。伊讲，其实足侪物件只要修理过，就当搁继续使用。大概若看到有人甲敢若小可歹去的物件单掉，就感觉足唔甘。看了艰苦，因为这是咱老岁仔的，阮一个做技术修理的物件的一寡玩具，算成囡仔玩具。比如讲，你囡仔玩具当个算你家己单掉，你敢好？这行了就安尼。是讲足拍算。对。新德市去年发起修复柑仔店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修理300多件的用品。今年按算要扩大计划，甲清华大学团队以及民间合作，希望落实环保、小保、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精神。最多的物品嘛，其实就会是电锅、电风扇、吹风机，还有 CD player， 大概是这几样吧。对，那其实电锅是最简单的，他们其实常常都会是温度保险丝就是烧断了。所以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上去就可以了。让我们生活里面的产品能修就不换，来达到节能减碳。修复柑仔店除了提供民众摕歹去的物件来免费修理以外，今年还会举办亲子维修比赛，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体验修理的趣味，也培养大家以修理代替现实的好习惯。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唔知你敢有咧洗菜市啊？咱台湾的菜市啊是真温暖，也有人情味的所在。伫内底会当听人话花，甲卖物件的文化，嘛互菜市啊成做即马学台语真好的所在。新德市文化局请台语老师带大家去洗菜市啊，除了听导览以外，佮安排趣味的活动，互民众来体验。闻到香菇味，囡仔拢化芳。伫台湾的传统市场内，上常听到的语言就是台语。看到老师专工带大家来到这学台语，头家娘讲用台语，无论是开讲也是买卖，都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感觉即摆囡仔全都袂晓讲台语会较济，啊，即摆教人这个方式传统古早真的很棒啦，很棒。台语较亲切，敢咱安尼，因为我是下港人嘛，啊，讲话敢讲迄个感情无啥相像。透过头家的小解，还有台语老师专业的导览，民众除了会当学到一寡日常生活中的台语用词以外，也体验到传统市场内满满的人情味。对今仔的囡仔来讲，其实因嘛对菜市啊足兴奋的，因为今仔大部分拢是去超级市场买物件，嘿啊，所以。菜市啊，这内底较有人情味。来菜市啊，讲台语应该较有人情味。有啊，当然啊，系啊，伊细汉的时阵拢讲台语较侪。互囡仔会当讲台语，传统市场是一个较好的所在。而且囡仔其实因即马足罕得食市啊，对，所以无得靠因练，就是传统市场内底的物件拢无真正看过。所以伊会当来遮，伊会当体验，然后伊会当看，会当实际去看到迄个物件，去闻到迄个物件。比如讲淡淡的涂骹，还是讲臭臭的味、芳芳的味、酸酸的味，我拢感觉这是足好的体验。现场佫安排趣味的美小吹活动，透过手中的图片去找找出传统市场内的特色店家，互大家咧提升台语能力的时阵，卖当深入了解地方文化特色。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语毋但是生活会当使用，嘛会当讲万行台。来看中华有一个台语共学团，因开一节免插电的科学课，邀请两体工程师用破解任务的方式，带囡仔来认捌电脑的二进位是啥物。我要看大家笑面这边大家哦。用笑面来代表电脑的二进位，互囡仔人斗出家己的生日。一般人较熟悉的拢是10进位的数字系统，但是电脑用的是2进位，干那0甲1两个数字。中华台语共学团举办免插电的科学课，要互囡仔用佚佗的方法来认捌电脑世界的2进位系统。先准备几张纸，
啊，县长有话无共数量，可能1、2、4、8、16，啊，互囡仔去排出无共的数字，啊来了解讲要哪执政委要哪转做立政委。上课老师柯普成本身是软体工程师，过去有影真罕得有人用台语来讲电脑科学的相关知识，但是伊认为这寡专业名词就要为即阵开始讨论，才会当互台语亲像活水，或者活水探去到每一个专业领域。伊毋是讲一个过时的语言，啊，当然因为台语有一段时间去用拍做敢若较低落。较无路用的语言，所以咱即马就是爱家己去甲讲出来。希望讲伊学新的物件嘛，当用台语去体验讲来。所以阮若去学钢琴啊，还是跆拳道，还是体操，拢是请老师会当用台语甲因讲。台语共学团认为，台语毋若是生活语言，嘛会当用台语来学万项台。未来因也继续开发无共主题的台语课，互台语这条路愈行愈远、愈开阔。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19度。咱来看关岛地区。14度至26度。今仔日暗内温度会降低，天气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